美國紐約嘅地標自由女神像雖然喺曼哈頓西南方嘅自由島上，但就需要喺曼哈頓下城嘅巴特里公園坐船過去，所以咧通常亦被當作係曼哈頓下城遊覽行程嘅一部分。自由女神像係法國喺1876年贈送俾美國嘅禮物，以紀念美國獨立100週年同埋法美兩國嘅友誼。雕像嘅建造過程咧非常之複雜，從1875年開始，雕像喺法國建造，直至1885年建好，然後拆分成365塊裝箱，再由法國軍艦運往美國紐約港，再喺自由島重新安裝。自由島咧就好細嘅啫，但係除咗自由女神像之外咧，呢度亦係眺望紐約曼哈頓天際線景觀嘅絕佳地方。此外啊，呢度同美國好多嘅博物館同埋景點一樣，都係有紀念品商店嘅。但我個人建議咧，就冇太大嘅必要購買啦。一方面咧，係美國人喺紀念品嘅設計上咧，創意往往都係乏善可陳，唔似得日本人總係能夠腦洞大開。而另一面咧，呢度嘅紀念品咧，大多數都係 Made in China 嘅，真係想買翻去派街坊，可以上淘寶搜搜，唔單止平好多，仲慳翻運費添。